驰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必尘嚣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足道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熟悉连招，在无牵挂的发梢，斩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坦荡精神的强大，键盘起眼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尘世中，愿愁万事空都目送。终究平凡不平庸，修炼尘世中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莫老死后，我变成了七玄门的大夫。救死扶伤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可贵。这段时间，我突破了炼气8层，学会了一些法术，也炼制了不少丹药，是时候去嘉元城寻找解毒之法了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野狼帮袭击了七玄门。抓住我的手，快！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慢点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野狼帮这帮狗贼见人就杀，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去了又有什么用？哪怕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去阻止他们。你等等。先把止疼药吃了。快吃了。王掌门久违了，野狼帮和七玄门的世代恩仇，是时候了结了。是的，
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要能主动认输，也省得我费事了。你知道吗？落日峰建立在一个天坑之上。我们七玄门第7代的李长，他精通奇门遁甲。我们脚下这山，也是靠着他修建的地基，才能矗立不倒。仅仅拨动一下开关，我便能摧毁整个地基，使山崩地裂，一切毁于一旦。虚张声势。是吗？嗯。我们就要死了！找谁啊？够了！王掌门，看来咱们现在陷入僵局了，不分出胜负，谁也不肯罢休。但是再往前一步，就会同归于尽。倒也不必鱼死网破。说说看。千里死期，一决胜负。死期血斗，看来王掌门是被逼到绝路了。虽说这样弟子们就不用白白丧命了，但是这野狼帮会信守承诺吗？诸位，我王某今日与贾帮主签下生死书，进行死期血斗，止息干戈。若是野狼帮输了，便请贾帮主带领门徒离开七玄门，永不来犯。但七玄门要是输了，一门上下即刻投降，任凭发落。既然签完了，开始吧。顾师叔，一门荣辱就托付于您了。这是谁啊？顾师叔，传说中七玄门100年来武功第1人，他是马长老的师傅，已经闭关很久没有出现了。啊，看来他就是掌门最后的底牌了。武功再强，也不过是气血之友。这矮子又是哪冒出？这又是谁啊？愚蠢的凡人！此人大有问题。果然是个修仙者。难道是仙人吗？仙人也打不过顾师叔吧？这不是人吗？3层，修为比我还要低，竟敢如此逞强！飞剑符，这倒有点意思。
力，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！本座今日要大开杀戒，看你们谁还敢反抗！此人滥杀无辜，必须阻止他。修仙者，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居然也是个修仙者！莫大夫的弟子吗？我们这边有仙人吗？阁下这东西有点意思，我收下了。这位道友，在下乃秦岭叶家子弟。道友为何出手帮助这些蝼蚁不如的凡人？我看道友也不像七玄门之人，不如就此罢手。夜郎帮必有重礼相送。重礼。初次见面，阁下就如此为在下着想，那就确实不恭了。不如这件宝物也物归原主吧。道友如此心胸，那在下也不客气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其实是个凡人。是魔鬼，会放火的魔鬼。这法术果然威力强大，是什么命盘？居然火丹术都烧不坏。贾天龙，你输了，带着你的人立即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回来。能行吗？休想！我苦心筹谋多年，押上了所有，是绝不会放弃的。住手！准备！韩立，快跑！放箭！跑啊！兄弟们，看见了没有？修仙者被打跑了，跟我上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随我死战！如此嚣张，当真是无可救药。贾天龙，给你2个选择，你选吧。要么你自行了断，要么我帮你。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我选第3条，你去死吧！韩立，你醒了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先让我检查检查你的伤口。没事儿，都快好了。韩立，你什么时候成修仙者的？这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，我还是我。可不是嘛，你呀还跟以前一样，就是个闷葫芦。跟你聊天啊，说不过3句，你就没话了。还说呢？当年在马车上，是谁连那个我言都打不过啊？是谁？是谁啊？哎，对了，张铁最近有消息吗？他走了啊？应该过得很好。哦。喝点水。没事儿。哎，我给你带了一些固本培元的丹药。这个是压制抽血丸的药方，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药方配药。韩立，你这是要离开了吗？对。经过昨天这么多事，你觉得我还能在这里安稳的待下去吗？其实，你没有必要在意那些人的反应的。你救了我们所有人，在我厉飞宇这里，你永远是兄弟。多谢厉兄。这个是你当年送我的那把短刀，它确实给我带来很多好运。现在便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，希望它继续陪着你吧。韩立别过，厉兄保重。好兄弟，我走了。保重，兄弟。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。你的家人，我会替你照顾好的。天然一盏明灯，叫我参破万物众生。时困时空，谁又